後來我娘死了，你就把对她的爱变成了另外一种寄托。这是老爷留下的遗嘱，10年前就写好。甄氏千叶遗嘱，甄氏独子乃祥久病不愈，特专利遗嘱。甄氏千叶若亡故，所留甄氏家业由女甄瑜继承。你不会是自己写的这个遗嘱来糊弄我这些姨奶奶们还有嫂子们吧？这么大个家业，我爹怎么会交给我这个半大的女孩子呢？小姐，青天白日在上，我竹山手中如是份假遗嘱，天打五雷轰！你出来啊！大小姐，竹山叔，你跟踪我。竹山叔，等着你去收尸呢。好。知道收谁的尸吗？知道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瞒，我是为小姐好。所以你就在莲子粥里下了毒？我的意思，就把它装进麻袋，扔进坛里去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住口！1碗还是2碗？2碗。你害了婉月，还想害死小云。小云是我的丈夫。竹山叔，小姐，这是怀府为你熬的粥。那你刚才是在……我怕有人在害小姐，所以就先……你把对我娘的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，是不是？竹山叔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曾经觉得查家对我们甄家的底细非常的清楚，只要我们甄家一出事，查老爷都会第一时间出现。更为奇怪的是，他居然拥有我们甄家所有烟馆的账目。甄家烟馆的账目是竹山在管，但是……你别说了，竹山叔，我承认，我曾经怀疑过你是内鬼，但现在不了。我知道你不是，你绝对不是。那是谁？你放心吧，我会留意的。其实，默默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特别美好的，尤其是那种默默付出，就像你对我娘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对小云也是一门心思的占有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其實愛更多的時候是一種付出，是一種默默的關懷。這跟他在不在我身邊是沒有關係的。小姐對雲少爺是情深意重的，你對我娘也是。謝謝你，竹山叔。张少爺，姨奶奶姨太太们好，聊什麼呢？這麼開心？我們說素琴和他弟弟感情好着呢。是嗎？少奶奶，啊，那我先過去了。弟弟，素琴，一看清楚，是我，
查良中。娘，查少爷，你来了。我来看大小姐。又来送花？一束，还是一天一束？对啊，一天一束。你知道我的心吗？我已经失去一个弟弟了。没錯，可另一個弟弟還在給別人送花呢。別說了，別說了，我快瘋了，我快被逼瘋了。姐，為什麼你以前寫信給雲少爺，他一封信都不回啊？哦，對了，查少爺說的殉國是什麼意思啊？啊，會不會雲少爺他……懷福，你別亂想了。素琴姐，素琴姐。大夫，我是甄家的怀甫啊，我姐姐受傷了，我求求您過來看一看吧。大夫，千金玫瑰阿膠茶。姐，你回房間休息一會兒吧。啊，不用了，已經過去了，沒事的。元天不來也沒關係，紅傷，血止住了，不要緊了。倒是讓你們受驚了。哎，姐，你就別起身了，你才剛受過傷。沒事的，姐姐現在的身子沒那麼嬌貴了。再說，我如果不去看看素琴姐，我這心裡啊總是放不下。啊？你還要去看她？她都刺傷你了。懷甫，那我問你，如果是姐姐死了，你會怎麼樣？會特別傷心，對不對？嗯。傷心到恨不得去殺人。嗯。所以我想，素琴姐也一定非常傷心。或許她覺得，如果不是我，小雲也許不會去上前線。那姐姐，你不就更傷心了嗎？所以，我就更能理解素琴姐的心情了。哦。誰啊？嫂子，是我。嫂子，我沒事了，我怕你不放心，所以我過來看看。姐姐為了你，專門請人，請了大夫替你開了方子，去千金大藥房給你熬了千金玫瑰阿膠茶，讓你補補身子的。不，我不喝，我不要喝。嫂子，事情都過去了，你就別往心裡去了。我能不往心裡去嗎？我死活也就今天了。嫂子，你看你幹的好事，姐姐為了你，她的手都已經……懷甫，哎，振宇，嫂子，饒了我吧，起來，饒了我起來。我不是故意要殺你的，你別毒死我好不好？姐姐還年輕，還想活。哎呀，嫂子。嫂子，你別想這麼多了，我怎麼會毒你呢？我給你熬的呀，是真正的千金玫瑰阿膠茶。玫瑰阿膠茶？那，你不是來報仇的？報仇？你是我的親嫂子，我報什麼仇啊？那玫瑰阿膠茶，你為什麼不喝啊？真不是來報仇的，素琴姐。振宇，別怪我，
姐姐是昏頭了。没事儿，素琴姐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冥冥之中，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小云没有死。那怎么可能？报纸都登过了。他们说，报紙上的阵亡通知书常常会弄错的。对呀，报纸说不定弄错了。小云要是活着，那该多好啊！真宇，谢谢你啊！姐，云少爷他真的没有死吗？怀父，姐姐多希望小云的。怀父，你还记得我第一次遇见小云那时的情景吗？记得。姐姐一看见云少爷就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等云少爷走了，姐姐就疯了似的追着出去。那个时候，我忽然觉得天好亮啊，从来没有这么亮过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不大明白。怀父，你在黑暗当中看到过太阳吗？啊？没有。就是那种感觉，在茫茫的夜海当中看到了灯塔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太阳。怀父，自从我遇到小云，我就见到了我的灯塔和太阳。不管有多痛苦，只要我抬起头，那灯塔跟太阳就可以照耀着我。姐，怀父不大明白。怀父，小云就是姐姐的灯塔和太阳，灿烂而温暖的灯塔跟太阳。当一个人的心中有了自己的灯塔和太阳，那就永远不会熄灭跟落下去了。哦。若要种族不灭，唯有抗日少年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反对淞沪停战协议！反对淞沪停战协议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！若要种族不灭，唯有抗日到底！若要种族不灭，唯有抗日到底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亲爱不愿做奴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涂成我们心的长城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：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进！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勿忘国耻卢沟桥事变。1937年7月7日的夜晚，在北平城西南卢沟桥附近，日军进行軍事演習。他們借口一名士兵失蹤了，要進宛平城搜查，遭到了守軍第29軍的嚴詞拒絕。隨後，他們便向守軍開槍射擊，並炮轟宛平城。第29軍奮起反抗，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。同學們，我們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。77盧溝橋事變之後，日軍就開始了全面對中國的侵略。那麼，我們中國人民的全面抗戰也正式開始了。
大家冷静，好像不像是日本人的炸弹。彩云怀府，你们带几个男生去把门堵上。好，男生跟我来。哎，快来！万校长还有叶少，把所有老师跟同学集中起来，注意校墙周围的安全，还有把所有能当武器的东西都拿上。好，同学们跟我走，快快！是我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去干什么？我要去报告，你快点回去吧。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快点回去，快回去，回去。妈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哎呀，你快点回去。哼。回去呀！你干什么？老大廖仲，哎，一对儿啊！走，走，快走！姐，怎么样？火扑灭了，灭了！好险啊！火终于扑灭了。那有没有看到彩云和叶少呢？没有。甄大小姐，你听听这是谁的声音？吴菜刀，他们都是孩子，不要伤害他们。于校长，别管我们，不要上他们的当。8千大洋，要不交钱就杀人。走。吴菜刀，你放了他们！姐，不许你去，不能去！放开我，老师，不许你去！姐，快！吴菜刀，你站住！你放了他们，我跟你走。明天一早，带钱到太湖找我。你跟我走，谁给钱呢？你，于老师，于老师，我陪你去。不行，学校不能没有人。姐，我陪你去。于老师，还是我去吧。岛上的路我熟，我是太湖岛上的人。好，秀玲陪我去。吴菜刀，你出来！你是个男人的话，你就出来！快走，快点！快啊！快点！快！于老师，快！于老师，于老师，于老师，甄小姐，放了我的学生。钱呢？没有钱，我来顶学生们。真是你爹的女儿，有种！打！叶少，叶少！我爹曾经说过，你是个仗义的人，看来他看走眼了。我对得起你爹，我吴菜刀为你爹蹲了5年大牢，你爹给我钱，我替他消灾，互不相欠。我没有钱，我有这么多的学生，都需要钱呢。好啊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慢着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管他是谁，她是你女儿。胡说！人在江湖，脑袋系在裤腰带上，哪来的女儿？不，19年前，你去过一个小岛，在那儿，你看见了一个渔家姑娘，对不对？
中的人兒，你可好？對你的思念一日不少。你娘？她在哪兒？她死了。死了？自從被你糟蹋以後，她就瘋了，一直到死。不可能！我吴才道不幹那種缺德事兒。你糟蹋了我娘，你抵賴不了。抵賴？哼！我是喜歡過你娘，可她拼死不同意。想扭的瓜不甜，我最後放棄了。那是誰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走了以後，又有一個人去了。我不該走啊！你娘是被我嚇暈的。花言巧語，你騙我！我要騙你，就天打五雷轟。再說了，我巴不得有你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呢。我呸！吳才道，那我問你一句：現在日本人打來了，我們4萬同胞就要變成亡國奴了。可是你在做什麼？在搶我們自己的同胞，捣毀我們的學校。你是中國人嗎？是啊。可是甄大小姐，兄弟们也要吃飯，我也沒有辦法。我問你，逢7的日子，你都要進蘇城一趟，對不對？對。哦，不對。天黑進城，到陶然居一醉方休，對不對？對。那是我們打探做活的地方。你瞄上我了，瞎了眼了你！瞎扯！誰告訴你的？婉月。是婉月？是。日本人打來了，人家組織了太湖游擊隊，人家也有人，人家也有槍。他誣親了我跟他沒仇啊！你殺了他全家！王社，怎麼回事？你把房子點了？不小心把酒房給燒了！快走！趕快走！他為什麼不殺我？是，我也問為什麼。他說，現在國土淪喪，國難當頭，家仇事小，國恨事大。為了我們這個國家，他不會殺你。行，別跟我說大道理，我聽不懂。他還說，你道義有道，是個有血氣的人。如果有你在，你的兄弟們還會跟着你去打日本人。如果殺了你，他們就變成一盤散沙。有可能會去傷害老百姓，去當漢奸。是真的嗎？當然是真的，要不然你現在還能活蹦亂跳的在這搶我嗎？妈，誤會了，他們也是來抗日的。既然是抗日的，把槍放下吧。校長，袁校長，你是死了還是活着呀？你才死了呢！這分明就是袁校長嘛！不錯，5年前我們團長差點死了，後來沈軍醫守了1天1夜把他救活了。那後來
呢？本来我们是要隨着19路軍去福建的，不知道為什麼又把我們調回了上海。我們跟着團長參加了八字橋之戰呢。小雲，你沒死。小雲，袁小雲，你終於回來了。我是回來了，你呢？我們又重逢了，我們又可以見面了。不是在說你的丈夫落難了，怎麼也不陪着你？你說什麼？什麼？介紹一下，這是我妻子沈怡清。妻子？你的妻子？對，這樣才能跟得上你的步伐。她就是甄瑜，甄家大小姐。我從小在他們家做小廝。好极了，袁小玉，你做的好极了！啊，于老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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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云團長，收隊！哎，五哥，你这是怎麼回事？這個老子也不懂啊！弟兄們，不怕死的，跟我抗日去！走走走走走走！明天我就要走了。要走？你要去哪兒啊？參軍。參軍？去上海打仗？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你別這樣，甄瑜。日本人越來越猖狂了，上海的軍隊和老百姓都在打小日本。假如你早一點來，我想也許我會為你留下來。不會的，你是不會留下來的。即使我們一直都像騎摩托車時那樣快樂，你也不會留下來的。 9·18以後，日本軍隊從東三省到上海，他們步步緊逼。不僅僅因為這些，你很虛偽，你很卑劣，你很無恥。或許因為你自小一睜開眼，看到的就是這些。 現在日本人來了，你恨他們的侵略，恨他們的種種罪行，所以你要上前線。你讀懂我了，小玉，你也是。但我絕不允許你不回來。我一定回來，一定。你一天沒吃東西了，喝點粥吧。姐。 雲少爺負心了，我幫你討回公道。你回來！我和小雲之間的事情，不用你管。姐，我不管，那我管什麼？姐。 我
你觉得袁小云会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我这样的？不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。你认为他会娶一个他不喜欢也不愿意娶的女人吗？不，绝不会，他死都不会。你比我了解他，即便你结婚了，他也不会娶任何女人的。可是他向我撒谎了，他说他结婚了。小云从来不撒谎。究竟有什么事发生？请你马上告訴我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？5年來，從江南到北國，他就像個謎，我也看不懂。袁营长，你在這兒站1天了。你立功了，這兒有你一封信。袁營長，你提升團長了。嘉獎令。沈君逸，你怎麼了？甄小姐早走了。小云，是，她是小云。上天早把這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我有1000個不明白，10000個不明白。你怎麼就知道我嫁人了？我怎麼就成了他人之妻了？你說，我嫁給誰了？誰又是我的丈夫？你睜開眼睛看看，這裡面到底是誰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多雍容華貴，儀態萬方，笑得多幸福，多沉醉。你繼續，岳小雲，你繼續說呀。好，你不說，我幫你。親愛的文宇先生，不，小雲。首先，請你恭喜我，因為我和於表妹已經結婚。她的身體跟她醉人的容顏一樣美麗，可惜你再也看不到，因為你要去上前線了，就等於去送死。現在於表妹只屬於我一個人了。可是我大人有大量，倘若你能在戰場上撿回一條小命來，我們從此的恩怨就一筆勾銷。誰讓我們現在成了連襟呢？歡迎你回來喝我們的喜酒。
袁小云，我正告你，你太子姓太子府眼神也太差了，你连这个都看不出来。这张照片是我一个人照的，是我为你照的。区区的一张照片，就蒙住了你的眼睛。我们的誓言是什么？冬雷声声，夏雨雪，绝不与君绝，绝不与君绝。我们是相知的，这难道就是相知吗？爹，袁小云回来了。是啊，还当了团长。这往后的事儿就没那么好办了吧？造假！原来是你把我的照片跟真鱼合到了一起，然后寄给了袁小云，还仿照我的笔记写信给袁小云，无耻，简直是无耻至极！你怎么会是我爹呢？没办法，天地注定，我就是你爹。你以为是我爹，就拿你没办法了？我一枪毙了你！嚯！儿子打老子，天地倒转了。臭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和小鱼就是天生的一对，是袁小云。袁小云夺走了你的老婆，老子为你做的一切，问心无愧。你真爱还怕抢吗？爹，你知道爱是什么吗？你小子那德行，老子一看就懂。哎，为了爱，一个大男人，天天拿着真鱼的照片发呆，对不对？我心甘情愿，我得不到他，我宁愿看他一辈子。发呆干什么？那是孬种。我告诉你，只要老子一天活着，我就有本事帮你夺回真鱼。我真想一枪崩了你！嘿，你小子，你还真反了你！哼，你要是有种，你把老子毙了！你不要逼我！你不要逼我！你反了你！你这小子竟敢打老子！你竟敢打老子！哎，你土老子！你竟敢打！你敢你！你打老子你！你敢你！土！呦！兔崽子，你竟敢打老子你！从今天起，我查良忠跟查家脱离一切關係。你是良忠，這王八，真魚，對不起，是我錯怪你了。哎，袁小雲，這筆債你要不加倍償還，我就誓不為人。爹，別演戲了。人都走了，還演什麼呀？你這個王八羔子，誰讓你假戲真演的？你竟敢打老子！我，哎呀，我是你親爹啊你！爹，我真沒想打你，是槍走火了。放屁！我看到你扣扳機的。哎，你肯定是看錯了，爹，丟了一條腿，換來真魚對我的信任，值啊！值啊！你這個混蛋，你在想什麼呢？你就為那個真魚那個臭丫頭，你連爹都不要了你啊！我跟你說了，你也不明白，捨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缺了一條腿，我把蘇城的寶貝都給你取回來，給你做一把黃金椅子，讓你慢慢的坐，怎麼樣？你快把我扶起來到醫院去啊！你把我扶起來啊！來，哎呦，我到醫院，哎，到醫院去。不，我要先找原田，找原田，找原田。哎呦！那你为我做一件
世界上最美最美的事情，可以吗？什么事？你先答应我。说吧。你就先答应我吗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袁小云向振宇求婚，好不好？当然。好。不好。真的不好？真的不好。可是我听到袁小云的心在说：“好，很好，好极了。”振宇，我们结婚吧。可小云，你还没有跟我说过那3个字呢。哪3个字？装傻。你到底能不能跟我说那3个字啊？你很计较吗？不是。其實我已經想通了，就算你永遠不跟我說那3個字，我也不會計較的，因為我懂你。不過，我有一個條件。什麼條件？你要做我一輩子的燈。一輩子那麼長啊？一輩子還長啊！我還想永遠永遠呢。於老師，又打勝仗了！看，又打勝仗了。是吳菜刀。吳菜刀，他可真厲害啊！於老師，為什麼胡斐打仗都這麼厲害呢？好。今天晚上我們也上前線。殺鬼子？送軍醫。于老師，我們的學生還少2個。葉少，你把吳菜刀跟他的弟兄們都葬在這裡。我們要記住他們每一個人，把我們的同學們都背回去。懷福，我們去找另外2個同學。
怎么了？813我们失败了，但我记得海明威说过一句话：人可以被打败，但不能被打倒。行不行？兄弟们，把头抬起来，把胸膛挺起来。813失败了，不算什么。我们中国人是打不倒的。我们要团结起来。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抗日的战士。我们要把每一块地、每一条河、每一座山都变成我们的战壕。我们一定能胜利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。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血肉筑成我们心的长城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为国发出最后的吼声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们众一起上，向右转。齐步走！小云，我想把家里交给竹山叔，还有你姐姐。把学堂交给万校长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为什么？我想跟你上前线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你刚才不是还说我们要每天在一起吗？难道你是在哄我？当然不是。古人说“长相厮守”，那只是一个概念，是坚守的一份理想。古人又说了：“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我不管古人怎么说怎么想，反正我要每天跟你在一起。你要去哪兒，我就跟去哪兒。可是你又不懂打仗，也不懂护理和通信，你去了，只能给人家带来负担。我可以学啊，小云，你不要对我这么好，否则我会给惯壞的。你說什麼？我沒聽清楚。你聽清楚了。我知道，你不想讓我上前線，也是怕我受傷。我要是受傷了，你會比你自己受傷還要心疼，對不對？聽不懂。你故意的。當然不是，振宇，其實你在蘇城關煙館、帶頭戒鴉片、捐錢捐飛機、縫棉衣，還有勸吳菜刀抗日，這些不都是在抗日嗎？團長，怎麼了？他找我幹嘛？我也不知道，說是讓你去一趟。振宇，我有點事，回頭找你。你先回去吧。那好吧，那我先回去準備結婚的東西。好，咱們走吧。好。弟弟死而復生，姐姐應該開心才對。開心是開心，可是小雲到現在也沒來看過我，我也看不到她。小雲，小雲，小雲，你開口閉口都是小雲，你怎麼不問問我呢？
弟兄们，別開槍，別開槍，我們是趙司令的朋友。別開槍，別開槍，別開槍。张老爺，這畜生佔我太太的便宜，你說該殺不該殺呀？這畜生該殺該殺。可是趙司令，您大人不計小人過，還是饒他一條命吧。張老爺此話差矣。我這個人呢，什麼都可以不計較，可是誰要碰了我老婆，我饒不了他。該殺就殺。袁團長，去哪兒啊？要麼我走，要麼你開槍。你急什麼？我不過就打了一條愛佔便宜的畜生。袁團長，國難當頭，男子漢大丈夫，我哪顧得上個人恩怨？趙老爺，你說呢？對，趙司令是以天下為己任，國難當頭，國難當頭嘛。袁團長，我請你來是給你布置任務，軍人不會不服從軍令吧？請趙司令一次性把話說完。好，那我命令你留在蘇城，打入日本人內部。這太危險了。不危險，我要他做什麼？蘇城人人都知道袁小雲是抗日英雄。夫人，他留也得留，不留也得留。英雄就要讓他顯出英雄的本色。趙司令，請問你的本色是什麼？哈哈，你跟老子我煮酒論英雄起來了啊？好啊，你說我的本色是什麼？以公謀私，想用日本人的刀來殺我。什麼？我殺你？用得着嗎？你以為這樣冠冕堂皇就神不知鬼不覺了嗎？姓趙的，不就是你以為你的寶貝太太自作多情，風流成性嗎？不就是你以為她對你不忠嗎？你不就是以為她跟我上過床嗎？好，她就是跟我上了床了，那又怎麼樣？就算你把我殺了，她就能真的愛你嗎？袁小雲，造謠惑眾，污蔑上司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圖窮匕首現，趙司令，你太低估我了。你們兩個響鼓不用重錘，明白了嗎？趙司令的意思是要我們留下來？對，留下來一起抗日嘛。哎呀，趙司令高明，高明啊！趙司令，像袁小雲這樣的人一定會做真正的漢奸，留着也是禍害。趙司令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會讓您滿意的。小雲，小雲，你看我採了一束很好看的花，我呀準備拿它布置我們的新房。小雲，你怎麼了？是不是身體不舒服？不，我很累了，休息一會兒就好了。讓我看看。
能有什麼事？哎，你看这束花，这种花呀，本來是應該春天開的，但是現在都到深秋了，還在開。你說神不神奇？一路上呢，我就給它想了個名字。什麼？叫幸福花。它呀，是我和你的快樂之花，幸福之花。小雲，你真的沒事啊？真宇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真的很累，想休息一會兒。那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真宇，怎麼了？沒事了，這麼多年了，都沒有好好陪你。來日方長嘛，以後你多陪陪我就是了。好吧，你睡吧，我先走了。你又要修理你爹？你不是喜欢偷看吗？马上有好戏看了。你和素琴？嗨，老子都听夠了。哼，爹，動動腦筋好不好？是真瑜。真瑜？你和真瑜要結婚，有可能？當然有。以真瑜的個性，他會要一個漢奸嗎？袁小英不傻。他把真相告訴真瑜，那你就萬事皆休了。哼，爹，袁小雲不傻，是你傻。你就不想想，這打入日本人內部做間諜，隨時會掉腦袋。袁小雲能告訴真瑜真相，可人家就要結婚了。小雲我太了解了，她絕不會拖累真瑜，所以這個婚肯定結不成。爹，你就跟兒子一起。等着看好戲吧，梁莊，你的意思是要留在蘇城？當然，真瑜唾手可得，我為什麼不留下？為一個女人丟命，那你就什麼也沒有了。哼，聽你這意思，保老命要走？瞧不起你爹？你爹就那麼簡單嗎？日本人初來乍到，一定要中國人幫忙。我是蘇城的首富，現成的人才嘛。哼，原來爹是要打入日本人內部，就不怕掉腦袋？小子，城府又淺了嗎？趙廷芳留下袁小雲，那是要借刀殺人。薑還是老的辣呀！我可以利用日本人。大幹他一場。好，看來這一回我們父子倆想到一塊兒去了。